早起新竹县将石乡海拔1650公尺的成功国小，还有苏马库斯的分校，因为落雪哦，县政府是透早是紧急通知讲，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。新竹减少新光国小头前的运动场，规片白茫茫，停车场的车辆毛细，规个砍掉的。磅针显示现场气温无到2度，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，佮加上水汽重，新竹县减少拜二透早落雪。县府赶紧宣布，新光国小、基中国小75个，司马库斯分班25个，幼稚园22个学生停课1天。新光国小跟司马库斯分班早晨的温度只有2度，在绵绵细雨当中也下起了雪。那积雪的部分也造成了交通上面的安全顾虑，所以今天新光国小跟司马库斯分班是停课半一天。新光国小以及司马库斯分班今天凌晨开始下雪。那一早在学生上学之前，我们已经得到我们县府长官的一个体恤，宣布停班停课，所以我们的学生、老师还有家长，我们这边都很安全。主要就是那个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嘛，所以温度比较偏低，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环境也比较偏湿一点，所以导致比较高的高山部分有下雪的状况。新光国小顶回落雪是伫1月27日，迄旧历过年期间，学生嘛咧歇寒，所以无停课的问题。新竹气象站指出，新竹县除了山顶落雪以外，伫平地温度嘛偏低，有的温度只有10度左右。平地比较低一点的话是在关西，不过也是接近山区的，大概19.8度。那至于其他地方，大概都是在10度或者10度以上啊。看到下雪开心吗？开心。除了减少落雪以外，伫新竹甲苗栗交界关务国家游乐区，一透早嘛有淡薄仔落雪，民众看到落雪拢真欢喜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